歡迎收聽渣打市場快訊。渣打銀行播客系列隨時隨地為你提供市場觀點同分析。歡迎嚟到渣打投資觀點。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個星期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，中美雙方會啟動貿易委員會機制，各自可能劃定價值300億美元嘅商品去進行關稅減免。如果落實，將會輕微利好風險資產。對風險資產嚟講咧，最大嘅變數繼續係持續嘅中東衝突。中美兩國元首都同意霍爾木茲海峽必須保持開放，而中國作為伊朗最大嘅原油買家，對伊朗嘅影響力將會成為關鍵嘅因素。如果中國對德黑蘭施壓嘅方面發揮更積極嘅外交角色咧，霍爾木茲海峽嘅航運有望喺幾個星期之內恢復，有機會帶動油價回落，放鬆全球嘅金融狀況，從而維持風險資產嘅升勢。固定收益方面任何推動衝突降溫嘅正面進展，都可能引發美國國債同新興市場本幣債券出現舒緩性反彈，並帶動更加廣泛嘅收益率日價收窄。同一時間，美元對離岸人民幣持續面臨下行壓力。人民銀行喺習特會前夕同期間持續將人民幣嘅中間價定喺6.84左右嘅偏強水平。呢一個舉動凸顯咗中國當局確保貨幣穩定嘅決心，從而增強投資者對人民幣嘅信心。美元對離岸人民幣預期會維持溫和嘅下行趨勢，下一個支持位喺6.75，反映出人民幣整體嘅強勢。呢種對人民幣有利嘅環境亦都對商品貨幣產生咗正面嘅影響，特別係澳元。受澳洲同中國嘅貿易同利好宏觀經濟環境帶動，我哋仍然認為澳元對美元有進一步上升嘅空間。買入澳元對日元係更加具吸引力嘅交易機會。今集時間到呢度啦，下個星期再見。多謝收聽渣打銀行嘅播客系列渣打市場快訊，詳情可瀏覽我哋網站嘅最新市場觀點，或者點擊描述內嘅連結。